美国的《时代》杂志11公布2025年年度风云人物，有回答执行长黄仁勋，也有超美执行长苏姿丰等人，这代表讲 AI 正在改变规个世界。 时代杂志11公布2张封面的相片，重点放伫2025年年度上出名的人物，就是这人工智慧设计师。内面一张封面是向1932年的经典相片来致敬，都是超管大楼顶的中岛长，甲更挑顶悬的工人，换作被 AI 领域重量级的执行长，包括 Meta 的塞克伯格、超美的苏姿丰、特斯拉的马斯克、辉达的黄仁勋、OpenAI 的奥特曼等等。伫另外一张封面是显示位在英格，即马当地建构的 AI 2样的大楼。 We really looked at these folks who have imagined, who have designed and built this technology and are driving us forward. 总编辑贾可布讲，2025年是人工智慧将能全面爆发的一年，互人类是哪懊恼，搁哪烦恼。这打造 AI 的杀手，毋但是大企业的领袖，嘛包括真侪研究人员，对全球政治、经济和生活全面的影响，真正是真大。这个特刊的封面故事，点样回答伫深圳晶片市场比别人拢较厉害，持续互大家来销 AI。执行长黄仁勋已经毋但干那是一个企业领袖，搁变作影响国家科技战略和地影响力的重要人物。黄仁勋伫专访内面嘛讲，人工智慧已经变作现代社会内面上重要的技术，所有产业、企业和国家拢必须要了解伊、使用伊、建设伊。 A decade from now, I hope that people look at this cover and the accompanying journalism and see that we were trying to grapple with the awesome power of the thing that is AI. Looking at all parts of it, looking at the players that are driving it forward, and even though I have a feeling it might be outdated in 10 years, it'll still be a great marker of history, which is often what Person of the Year aims to be. 方面的故事嘛，讲到 AI 发展的黑暗面，亲像美国16岁青少年和 ChatGPT 对话了后去自杀的事件。家长指控讲，这对话的内容造成囡仔心理受创，引起甲提高，引发社会关注 AI 的安全和责任的问题。这是《时代》杂志对1982年选出个人电脑和1988年选出面对重大危险的地球以来，搁一摆甲年度出名人物的头衔颁予，毋是单一个人的对象。公司新闻司会长编译。